2026年7月29號禮拜三，現貨金價每盎司4048蚊美金，呢個數字即使高位做咗4065，而家回吐到4043，跌幅1.7%。10年線圖，金價由2016年嘅1300幾蚊升到今日呢個位，累積升幅接近200%。你係咪覺得升咗咁多，應該驚錯晒？同一日，香港金管局公布最新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32200宗，創近20年新高，好多都係設立之後用高成數按揭上車嘅年輕人。中環甲級寫字樓空置率16.8%，大業主減租2成都無人問津。北打街、德輔道中吉鋪多過便利店。銅鑼灣羅素街曾經全球最貴租金，而家一半鋪頭掛住招租紅牌，好似城市等緊宣判死亡。你仲同我講磚頭致富，你係咪未瞓醒？發鈔銀行嘅資產負債表同你講緊另一套故事。佢哋過去18個月透過倫敦同上海金庫秘密增持實物黃金，同期大幅收緊住宅按揭審批，估值保守到好似樓價仲會再跌3成。點解匯豐渣打中銀呢啲金融掠食者唔放水救樓市，反而湧去搶金？因為佢哋計緊美國財政部嗰條死亡數，39.8萬億美元國債，今年單係利息支出就11000億美金，多過成個國防預算，多過醫療開支，幾乎等同一個澳洲嘅 GDP。呢個泡沫一爆破，聯繫匯率制度將會面對1998年以嚟最大衝擊。到時你層樓會變成乜？唔係資產，係引你埋單嘅負債黑洞。如果你唔想成為財富大洗牌嘅陪葬品，你就要繼續聽落去。呢個頻道唔係同你講廢話，係將銀行內部精算模型同宏觀真相還原俾你睇。留低你會明，你會驚，然後你會喐。先拆解點解2026年你越供樓越窮，越窮越供，最後連棺材本都冇埋。設立後樓市曾經短暫亢奮，成交飆升，但好快打回原形。因為利息環境已經永久性改變，一個月港元拆息 HIBOR 企係5.2厘，實際按揭利率去到5.5厘。你用6成按揭買層1200萬嘅樓，借720萬，分30年還，每月供款4萬蚊，入面32000蚊係利息，還本借得8000，供咗2年，你舊債只減咗20萬都冇。你覺得自己係業主，你係銀行嘅長期飯票。你每個月4萬蚊掟落去，得8000蚊係幫自己儲資產，其餘32000係進貢俾銀行嘅股東。更要命嘅係購買力稀釋。根據香港金融數據，M 埋貨幣供應過去10年擴大咗9成，即係銀紙多咗差唔多1倍。但樓價呢，就算用高位計，比起10年前只係升咗2成幾，而家仲跌咗落嚟。中原料樓價指數回到2017年水平，即係你層樓嘅實際價值。計價貨幣單位大幅貶值，10年前你層樓值1000萬，今日就算係值1050萬，今日1050萬嘅實際購買力大概只及10年前嘅600萬。你嘅身家喺不知不覺間俾人偷走咗4成，呢啲唔係陰乾，係明搶，係系統化嘅財富謀殺。你每日返工塞車，屙涕受氣，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放喺樓度，結果越放越縮水，你仲覺得自己好穩陣？呢場搶劫嘅幕後黑手就係聯繫匯率同美國國債構成嘅吸血系統。香港實行貨幣發行局制度，發鈔銀行每發行7.8港元就要向外匯基金繳存1美元，換取負債證明書。外匯基金將呢啲美元大舉投資美債，至今持貨規模過萬億美金。換句話說，香港成個貨幣基礎係由美債背書。當你辛辛苦苦打工供樓，你存入銀行嘅港元，銀行體系透過總結餘調節，最終支撐外匯基金繼續滾大美債持倉。美國財政部發行新債，利息支出靠全球美元回流。你份糧透過錯綜複雜嘅金融管道，變成支撐美債泡沫嘅燃料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近年北上消費潮咁犀利？唔係香港人突然變咗好鍾意深圳，係港紙購買力經聯匯被慢性放血，加埋樓市抽乾可支配收入。你喺香港連食餐好嘅都覺貴，本地零售鏈斷裂唔係偶然，係貨幣制度造成嘅必然。你越供樓越扯乾香港實體經濟，商鋪交唔到租，吉鋪多，打工仔被裁員，收入再跌，消費再縮，經濟再萎縮，樓價再跌，銀行再收緊按揭，惡性循環。你就係呢個循環入面嗰隻倉鼠，跑到死嗰日都唔知自己轉緊乜。
銀行嘅精算師唔係蠢人，佢哋一早睇穿呢個閉環。根據巴塞爾協議3嘅資本要求，銀行各項資產都要按風險權重計提資本。住宅按揭貸款風險權重最低3成半，經濟下行週期可以調到5成甚至更高。即係話銀行每借出100蚊按揭，就要用8蚊至12蚊嘅核心資本去支撐，佔用寶貴嘅資本金。但黃金喺監管框架下屬於零風險權重資產，持有實物黃金可以直接計入1級核心資本，唔佔用風險加權資產額度，等於免費增強資本充足率。你話銀行會點揀？梗係拋售高風險按揭資產，增持零風險黃金啦。所以你見銀行收緊按揭，降低樓宇估價，提高壓力測試門檻，唔係唔想做生意，係進行緊資產負債表自救。佢哋要將資本由磚頭搬去黃金，預備美債爆雷引發嘅信貸收縮。你呢個時候撲入去買樓，就等於喺銀行撤退嘅戰場上衝鋒，幫佢哋鎖死利潤，自己孭起將來價格崩潰嘅風險。銀行盤數清清楚楚，佢哋唔會陪你傻，更加唔會救你。仲有一層更深嘅算計，美債39.8萬億，遲早要重組或變相違約，到時美元信心動搖，全球發鈔行之間嘅結算會離開美債，轉向實物黃金。人民銀行已經連續20個月增持黃金，歐洲央行亦將黃金儲備調返本土。波蘭央行喺2025年一次過買咗超過100噸，印度央行將存放英倫銀行嘅黃金運返孟買。呢啲唔係普通新聞，係全球金融權力重組嘅信號。香港嘅發鈔銀行梗係收到風，所以喺度密密吸金，為嘅係一旦聯匯受衝擊，佢哋手上有足夠黃金，可以作為最終支付手段同新貨幣錨定物。你仲抱住層樓，以為有實物資產，但樓帶唔走，亦唔可以當國際支付，到時你嘅身家就只係一堆本土計價嘅磚頭，喺國際市場上價值歸零。你唔信，你試下拎住張樓契去瑞士銀行，問佢可唔可以當抵押品借美金，睇佢睬唔睬你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金價今日回調到4043，係咪見頂？係咪應該驚？對於唔識貨嘅人，呢個係恐慌；對於識貨嘅人，呢個係上帝俾香港人最後嘅資產置換窗口。點解咁講？因為當銀行同央行仲未全面關閉實物金零售渠道，你仲可以用相對合理議價買到金條金幣。一旦危機升級，金價飆升，同時銀行好可能暫停實物金銷售，紙黃金亦會出現擠提風險，到時你想買都買唔到。我唔係嚇你，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，好多地方嘅銀幣金幣賣斷市，排隊等幾個月先有貨。2002年科網爆煲後，金鋪金條被搶購一空。歷史不斷重演，但散戶永遠覺得今次唔同。你嘅記憶只有7秒，銀行嘅記憶係用百年計。不過你可能會俾短期波幅嚇親，呢度就要講下行為金融學嘅錨定效應。大部分散戶型投資者會將買入價當作神聖不可侵犯嘅心理錨點。層樓1200萬入貨，即使跌到900幾萬，佢都唔肯止蝕換碼，因為覺得蝕住走係恥辱。但佢唔識計機會成本。當黃金年化回報率持續超過10%，你死守一項陰跌兼耗盡現金流嘅資產，實質每年嘅隱性虧損高達2成。銀行就係睇中你呢種錨定偏誤，向你發放樓市長期必升嘅假象，等你繼續供息，佢哋就偷偷將資金轉去黃金。你呢啲散戶嘅認知偏誤，正正係俾大戶收割嘅切入點。如果你到今日仲抱住磚頭，信仰唔放，咁你好有可能成為呢個時代嘅祭品。逆向思維先可以救你一命。你可能仲係猶豫，覺得黃金已經升咗好多，係咪接火棒？呢個正正係散戶典型嘅錨定偏誤。用過去價格做參照，職業交易員睇嘅係相對價值。今日金價4043，對比美債實質負利率同全球貨幣超發，依然係低估。用類似巴菲特指標嘅邏輯，黃金總市值相對全球金融資產嘅佔比仍未去到極端，大概只係6%左右。而80年代黃金熱潮時超過2成，反而香港住宅市值對 GDP 比率極高，超過5成，議價嚴重不足。你死守物業，即係用高估值資產，完全錯配。銀行正正係識得呢個相對價值遊戲，先會毫不留情減持按揭倉位換入黃金。你仲戇居居覺得銀行減持係唔睇好樓市咁簡單？
佢哋係計好晒數，等緊信用事件引爆，到時黃金瘋漲，樓價崩跌，佢哋兩邊賺。你作為散戶唔學佢哋咁配置，就只有被收割。呢個唔係危言聳聽，係每一場金融危機嘅劇本。我話嘅2026至2027會係香港中產財富斷裂帶，企得穩嘅人一定係手揸黃金，企唔穩嘅就係抱住負資產嗰批。銀行盤數表面係保守，實質係等緊一個引爆點。美國財政嘅債務上限鬧劇，每個季度都上演39.8萬億，唔係盡頭係起點，因為美國政府要靠發新債還舊債。只要債息上升，利息支出再膨脹，就要發行更多國債，利率更高，惡性循環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債務螺旋。而你香港人通過聯匯，被你逼參與呢場螺旋。金管局外匯基金揸住成萬億美金美債，每年收息幾百億，但呢啲利息收入本質上係來自美國財政部印出嚟嘅新債資金，即係左手交右手嘅數字遊戲。一旦美債拍賣失靈，孳息率飆升，外匯基金嘅美債持倉會錄得巨額賬面虧損，直接削弱聯匯嘅美元儲備覆蓋率。到咗嗰陣，金管局只有兩條路：一係消耗美元儲備去托港元，二係容許港元貶值。無論邊條路，港元資產都會出現恐慌性拋售，首當其衝就係樓，因為樓係最唔流動性嘅資產。你一困喺負資產加高息陷阱，想跳車都跳唔切。日本90年代就係咁，樓價跌70%。銀行同企業一起死，普通人嘅儲蓄同強積金蒸發大半，到今日仲有銀髮族要打散工。你覺得自己頂得順？發鈔銀行嘅精算部唔係睇唔到呢個概率，而係用數學模型計過，呢個風險已經大到唔可以忽視。所以佢哋嘅對策就係將支持款債驅動切換去黃金錨定。你唔明，我用淺白啲講，銀行傳統賺錢模式係吸收存款，借出去做按揭同企業貸款賺取息差，但當系統性違約風險升溫，呢個模式會出現資產負債錯配，存款隨時被提走，貸款卻鎖死30年。黃金就唔同，佢係流動性極高嘅物理資產，可以瞬間變現，同時無需依賴任何對手方還錢。銀行揸住1噸黃金，等於揸住可以即刻動用嘅國際硬通貨，唔會受美債違約影響。唔會因為戰爭凍結，唔會因為制裁變廢紙。更重要嘅係，巴塞爾協議3有一個被主流媒體忽略嘅規則：變更自2019年起，實物黃金被重新歸類為零風險權重高流動性資產，可以直接計入銀行嘅1級核心資本，而且唔需要做風險檢值。呢個等於話，銀行每買入1億美金黃金，就可以零成本增強1億美金嘅資本基礎，從而提升貸存比彈性，令監管層開心。你話銀行見到呢種會計套利，點會唔瘋狂掃貨？好明顯，佢哋嘅黃金倉位唔單止係避險，更加係用嚟繞過資本監管，為未來嘅大風浪預備充足彈藥。你仲聽地產經紀講樓市小陽春，銀行早就搬緊彈藥去另一個戰場。再拆深一層，香港人供樓嘅錢點解變成支撐美債嘅燃料？你每月供款4萬蚊，銀行收翻之後扣除利息成本，有大量港元需要配置。由於聯匯制度，銀行唔可以隨便將港元兌換成外幣，必須維持大量港元資產。銀行會將多餘港元拆借出去，或者買入外匯基金票據。外匯基金收到呢啲港元，要平衡貨幣發行，就要對應增持美元資產，即係買入美債。換言之，你辛辛苦苦嘅血汗錢，經過銀行體系同外匯基金，最後去咗美國財政部手上，幫佢哋找數你層樓，名義上係你嘅，實際上係抵押俾美債系統嘅質押品。美國債務越滾越大，你就要供更多更長時間去維持呢條資金鏈。呢個就係為乜樓價已經喪失真實財富儲存功能，因為佢綁死咗喺一個注定貶值嘅貨幣體系入面。銀行睇通呢點，決定斬斷呢條輸血管，將資產轉移去黃金，即係跳出美元體系。你如果仲死守磚頭，就等於繼續做人質。等美國國會兩黨玩完政治騷，先發覺自己份退休金已經蒸發大半。你呢個時候仲衝入去接貨，係咪同自己嘅血汗錢有仇？講到呢度，必定有人話黃金升咗咁多，仲值唔值博？呢種思維正正係散戶同專業投資者嘅分野。散戶睇價格，專業睇價值。乜嘢係黃金嘅價值？黃金唔會生息，
冇現金流，的確難以用傳統估值模型。但黃金嘅真正價值係貨幣制度崩潰時嘅定價權。而家全球央行已經用行動表態。根據世界黃金協會數據，2025年全球央行淨買入黃金超過1200噸，連續3年破紀錄。中國、波蘭、印度、土耳其全部喺度擺脫美債，增持黃金。呢班央行嘅精算師唔會蠢得過你，佢哋增持黃金係對沖緊一場新嘅特里芬困境終結。美元作為儲備貨幣，要維持全球流動性，必須長期貿易逆差輸出美元，同時又要維持美元信用。呢個矛盾最終會撕裂，撕裂點好大機會就係美債崩潰。所以央行要喺撕裂前搶救黃金，作為新貨幣體系嘅錨。當央行喺呢個價位都掃貨，你作為散戶驚4000美金太貴，你嘅恐懼正正係大戶建倉時最想要嘅氛圍。佢哋想你驚，想你沽，想你唔敢買，佢哋先可以慢慢收舊貨。而今日金價回吐到4043，跌幅1.7%。你打開財經新聞，標題一定係金價急跌，投資者恐慌。但實情係呢啲急跌係短線期貨對沖基金平倉所致，實物金市場根本冇人沽。倫敦金庫同瑞士精煉廠嘅黃金排隊等提貨要4個禮拜，實物議價去到每盎司40美金。上海黃金交易所嘅實物金議價更誇張，一度超過50蚊美金，即係話指黃金跌，實物金價仍然硬淨，好似有2層樓價。銀行就係利用期貨市場嘅短期弱勢大手接貨，佢哋唔會等金價再跌多啲，因為知道實物供應有限，一旦央行加速搶購，市場流動性會瞬間消失。到咗嗰陣，唔好話4000蚊、5000蚊，你都未必買得到。對於識貨嘅香港人，呢一波回調係上帝俾你嘅最後資產置換機會，唔係叫你賣晒層樓去壓住黃金，而係要進行假殘重組減持部分磚頭資產嘅比例，增加實物黃金同黃金 ETF 嘅配置，令你嘅財富組合唔再單一依賴港元信貸系統。具體操作，如果你層樓已經有可觀升幅，趁而家仲有成交，賣出一間套現部分資金買金，剩低嘅保留一間自住，大大降低負債率，同時將套現嘅3成至4成配置實物黃金，放喺銀行、保險商或者可信賴嘅海外金庫。如果你係負資產，無能力賣樓，咁就要盡量壓縮其他開支，每月定額買入1盎司金幣或者金粒，當作對賭港元購買力下跌嘅保單，就當係每個月供多份人壽保險。但呢份保單係全球通用，唔會倒閉。10年後你會多謝今日嘅自己。你可能仲擔心金價波動，呢度就要講下損失厭惡同確認偏誤。人嘅天性係對損失嘅痛感係獲利嘅2倍，所以即使黃金長線升浪明確，你都會因為1、2日嘅回調而卻步，覺得我等佢跌多啲先買。呢個想法害死無數人。2001年金價270蚊美金，個個話等回調，結果一路升到2011年1009蚊，期間冇一次似樣回調超過2成。錯過就係錯過。如果你用同樣心態面對今日嘅4043，你可能等到5000、6000先追，到時嘅風險更大。投資唔係要買喺最低點，係要買喺價值被低估，而你仲有得揀嘅時候，而家就係呢個時候。因為當美債海嘯真正來臨，銀行會將黃金調到海外，本地實物金供應會瞬間斷纜，金鋪同銀行都會停止報價。你諗下，到時你手上揸住啲紙資產，可以換到乜樓？到時樓市已死，銀行凍結按揭，想賣都冇人接現金。港元唔知貶幾多，可能去超市買車一車嘢都買唔齊股票。港股同美股到時一鑊熟，只有黃金可以成為你穿越貨幣風暴嘅救生艇。銀行已經用佢哋嘅資產負債表話咗俾你知答案。你仲聽地產經紀話調整完畢，樓市復活？地產代理嘅利益同你完全相反，佢哋要你成交先有佣金，但銀行唔同，銀行嘅行動係經過精密風險計算，唔會亂嚟。跟住銀行走係散戶喺金融亂世唯一嘅生存法則。銀行買金，你跟買金；銀行收緊樓按，你減持物業。咁簡單嘅邏輯，點解咁多人唔明？因為佢哋被洗咗腦，被地產廣告、媒體吹水、朋友之間嘅互相安慰洗咗腦。逆向思維再推多一步。大家都驚高息，但高息持續反而會加快美債爆雷，因為利息支出佔美國聯邦開支比例由10年前嘅6%升到而家嘅1成7%。
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，明年預期去到2.3%， 2028年可能突破3%，即係話美國政府每收100蚊稅，有2.3%用嚟還息，剩低嘅先可以搞基建、醫療、國防。呢盤數點計都計唔掂。最後只有兩個結果，一係聯準會屈服，重啟量化寬鬆，大幅印鈔買國債壓息，咁美元會暴跌，金價火箭式上升；二係債務違約，全球金融體系冰封，金價一樣火箭式上升，但會伴隨銀行擠提同經濟大蕭條。兩個結果，黃金都係贏家。你層樓呢？如果印鈔，港元供應急增，你人工追唔到通脹，供樓更辛苦，樓價表面可能升，但實質購買力跌得更慘。你賣樓換翻嚟嘅錢買唔翻同等嘅生活質素。如果違約信貸緊縮，樓價會急瀉，銀行 call loan 你被逼破產。你睇到冇？你揸住樓係喺兩條絕路中間行鋼線下面，係萬丈深淵。銀行呢，早就鋪好黃金呢條第三路穩坐泰山，你仲戇居居覺得買金係賭？係你冇得揀之下嘅理性選擇，係唯一嘅逃生門。我再同你計多一條數。等你徹底明白樓市依家嘅陷阱有幾深。香港家庭負債佔 GDP 比率，2025年底已經突破96%，創歷史先高。當中絕大部分係按揭貸款。呢個數字代表乜？代表成個香港經濟嘅增長係靠借債谷出嚟，而唔係實質生產力提升。當利率長期高企，還債壓力會蠶食消費，經濟再收縮，收入再跌，債務比率就會被動式再升，形成死亡螺旋。日本90年代爆煲前，家庭負債比率都係咁樣飆升，之後迷失30年，樓價跌足70%，至今未返家鄉。你話香港唔會？香港嘅貨幣制度比當年日本更脆弱，因為日本有自己央行可以無限印鈔買債壓息，香港冇，香港靠聯匯綁死美國貨幣政策，美國加息，香港焗跟美國出事，香港陪葬。你嘅按揭負債本質上係借咗美元，但收嘅係港元收入，呢個係貨幣錯配嘅典型自殺式操作。跨國公司財務總監見到呢種資產負債表，會即刻斬倉止損。你作為家庭 CFO， 竟然視而不見。你嘅財務知識連一間公司嘅初級會計都不如，點樣保住份身家？好，你可能會反駁話香港樓市供應有限，地少人多，長線一定升。呢個係最大嘅迷思，係地產商同媒體合謀製造嘅認知牢籠。供應有限唔等於價格一定升，仲要睇貨幣環境同資金流向。日本人口密度高過香港，東京樓價當年一樣跌到一仆一碌，銀座商業地王跌咗90%。真正決定樓價嘅係信貸擴張能力。當銀行體系去槓桿，信貸收縮，買家借唔到錢，幾有限嘅供應都冇用，成交會萎縮，價格會陰跌。更加致命嘅係2026年嘅香港面對人口結構逆轉，移民潮走咗幾十萬高收入中產，嚟緊嘅專才計劃引入嘅人口收入中位數遠低於離港人士，購買力結構徹底改變。你曾所謂豪宅，將來揾邊個接貨？銀行內部壓力測試已經用緊人口老化、生育率下降同購買力衰退嘅悲觀情景做估值模型，佢哋睇到嘅未來同地產經紀推銷嘅明天會更好，完全相反。你仲用緊過去30年嘅經驗去判斷未來，咪即係拎住舊地圖行新路咯？遲早跌落懸崖，連帶成副身家。講翻黃金，既然磚頭邏輯已死，點解係黃金而唔係美股，唔係比特幣，唔係定期存款？美股估值處於歷史高位，直勒市盈率超過38倍，對上一次呢個水平係2000年科網泡沫之後，納指跌咗78%，無數人傾家蕩產。比特幣波動性極大，同風險資產相關性高，唔係避險工具，係投機玩具，一日可以跌2成。你心臟頂唔頂得順定期存款？實質負利率，你擺銀行收4厘息，通脹率實質可能5至6厘，你嘅購買力一樣被陰乾，仲要面對銀行擠提風險。雖然香港有存款保障，但上限得50萬，你啲大額傳單到時點算？只有黃金喺人類歷史上經歷幾千年考驗，冇對手方風險，唔會因為政府破產、銀行倒閉、戰爭制裁而變成廢紙。銀行間清算，黃金係最終嘅信任錨。你見到今日倫敦金市中央銀行之間嘅黃金掉期交易量創歷史先高，就係佢哋喺度用黃金替代美債作為抵押品。呢個趨勢一旦確立，黃金嘅貨幣屬性會被重新定價。依家4043蚊，
係反映緊舊時代嘅估值，未計入新貨幣錨定嘅溢價。當全球銀行體系正式承認黃金為一級資產，價格會升到你唔信。橋水基金達里奧講過，黃金係每個人應該持有嘅資產，因為佢對沖嘅係貨幣體系崩潰，而呢個風險從未如此接近。連巴菲特雖然曾經鄙視黃金，佢嘅巴郡都喺2024年開始減持銀行股，轉持金礦股同實物黃金 ETF。你呢啲散戶仲夠膽笑黃金冇用？我再講白啲，你今日嘅財務決策決定你未來30年嘅階層位置，甚至你仔女嘅命運。繼續死守磚頭，你會由中產滑落成基層，唔係慢慢滑，係斷崖式滑落。因為通脹會蠶食你嘅現金流，樓價陰跌會摧毀你嘅淨資產，你嘅仔女會因為冇足夠教育資源被逼讀差學校，之後做低薪工作，重複你嘅貧窮循環。你話我危言聳聽？睇下日本失落一代，幾多人由中產變底層，60歲仲要喺便利店打散工，當年佢哋都係供緊樓嘅中產。韓國1997年金融風暴，國家破產，中產一夜變負資產，有人要賣器官還債，有人跳樓，呢啲都係真實發生過嘅歷史，唔係電影劇本。而今日嘅香港面對嘅貨幣風險同地緣政治風險，係呢啲危機嘅混合加強版。你仲可以若無其事，覺得樓市衰極有限？你嘅有限定義係幾多？3成、5成，定係好似當年啟德樓咁跌8成？當年沙士樓價跌咗6成半，幾多人被銀行敘訴逼到癲？你頂唔頂到？你份按揭頂唔頂到？銀行一追差價，你即刻爆倉，冇得傾。呢啲唔係虛構情節，係銀行內部每日做緊嘅壓力測試。佢哋計過，如果樓價跌多2成，全港會有超過6萬宗負資產追收個案。到時唔係你話事，係銀行話事。你嘅血汗首期，你嘅多年供款，會喺幾個月內化為烏有，仲可能欠銀行一屁股債。你唔驚？你應該驚到腳軟，然後即刻行動。你唯一可以反抗嘅方法，就係喺銀行全面關閘前，將自己嘅資產配置去風險、去港元化、去信貸化。黃金係最直接、最古老、最有效嘅工具。你唔需要變經濟學者，唔需要識睇複雜圖表，你只需要明白一個簡單道理：銀行唔會同你共度患難，佢哋只會保住自己，甚至會趁你病攞你命。你學佢哋咁做，你就生存。買金唔係投機，係買翻你嘅財務自主權，買翻你同家人嘅尊嚴。當港元資產價格崩跌，你手上嘅實物黃金會成為你最後嘅購買力。你可以用嚟買平貨，可以留俾下一代，可以移民帶走，唔會受外匯管制凍結，唔會俾人凍結賬戶。呢個就係黃金嘅終極價值——自由。財務自由嘅本質係擁有唔受系統控制嘅資產。你而家揸住層樓，受制於聯匯、美債、HIBOR、銀行政策，你根本冇自由，你只係系統嘅人質。趁今日金價回調到4043，銀行仲開住門，金鋪仲有貨，你仲有機會。唔好等到銀行放工唔開門，金鋪掛住金條售罄嘅牌，你先嚟後悔。歷史不斷重演，但每次嘅旁觀者都話今次唔同。1997年金融風暴前夕，啲人話香港係福地，唔會死。2008年雷曼爆煲前，啲人話大銀行唔會冧。結果呢，你嘅猶豫會成為你將來最大嘅遺憾，會成為你望住仔女時嘅愧疚。財富洗牌從來都係靜悄悄咁發生，佢唔會敲鑼打鼓通知你，只會喺你瞓醒覺後，發覺銀行戶口嘅數字已經買唔起一餐安樂茶飯。香港人好勤力，但勤力唔代表你可以贏到個系統。呢個世界正喺度大洗牌，39.8萬億嘅債務總有人要填氹。你唔想做填氹嗰個，你就要變。銀行已經變咗，央行已經變咗，全球嘅聰明錢已經變咗，你仲唔變？你輸嘅唔係錢，係你成世人嘅努力，係你屋企人嘅將來，係你下一代向上爬嘅機會。呢個頻道唔係要販賣焦慮，係要帶住你喺焦慮入面揾到生路，就好似黑暗之中嘅一支電筒。如果你想喺呢場2026財富大洗牌入戰生存，即刻訂閱我，撳埋小鈴鐺。我哋唔會講廢話，唔會報喜不報憂，只會將最真實嘅金融內幕、最準確嘅逃生時機話你知。下一集我會詳細講點樣喺香港唔同嘅資產水平下，度身訂造實物黃金配置比例，由普通打工仔到有幾層樓嘅收租佬都有具體方案。你唔訂閱，
可能就會錯過改變你命運嘅一集。你唔需要一個人面對風暴跟住識貨嘅人，你至少有個方向，留低一齊穿越週期。我哋要做最後企得穩嗰批人，而唔係被巨浪吞噬食緊墳墓。記住識貨先可以喺亂世守住財富，先可以有尊嚴地活下去。我哋下集見。